谢谢我们2位粤剧名家，真的是惊艳到了。这个平常喜欢跳一些这样子的爵士或者现代舞吗？啊，这是临时抱佛脚。是的。我们学这个舞蹈学了15个小时。哇，那你还是有功力的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临阵磨枪也不快啊。戏曲演员的他的协调性啊，肯定没有像舞蹈演员那样来的流畅。我觉得协调性是没问题，就是力度。力度对于小生演员来说还好一些，可能对于花旦演员好一点。他会不够。然后他后来会过了，我就不够了，所以你俩得中和一下。对，我们一直在那纠结，然后踢啊打啊咬呀都来了。哦，是的，那是别提了，很苦的。这比演戏还难吗？对啊，他高兴高兴不高兴都要咬一口，我伤痕累累啊。怎么讲呢？为什么？在练的时候嘛，有的时候会不顺。然后他就高兴了嘛，开心啊，跳得兴奋的时候，咬一口，就是，跳得不顺了也咬一口，难度高的时候，尤其是那种就是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太难了，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。花旦会扭，我们小生不大会扭，我们觉得就帅气，对吧？啊，你负责帅气，我负责妖娆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黄慧在网络上和我们的粤剧爱好者们互动的视频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海粤剧院的黄慧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献上一段钱建姑选段《君子受刑不受辱》。会唱的呢，跟我一起唱；不会唱的，赶紧学起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的蓝树叶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深圳的徐平。我是来自绍兴，来自上海的贵阳市，新疆乌鲁木齐，苏州江金华的乐迷李红。非常开心跟黄慧老师一起唱《君子受刑不受辱》。我知道花少终于过若情，谁了又是马中人。少子成名多是子，悔不该背井离乡来留情。君子受刑不受辱。特别喜欢黄慧老师，因为他除了陆派唱得好之外，别的流派也唱得相当的棒。忙想起那日流金城，家中只有一对儿孙望着明。三棍上比娘亲，母亲一天只去儿岗。
闻，放清秋子算一算，不见四方天空我明。唐藏素岁空空为家居，岂不要问问吴四郎娘亲？非常感谢妹妹1+1搞这么一个活动，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。有的为生，心安人。出门不必在家里，夜夜起舞太神心。姑娘茶语不到此，你别准备了你呀金婚。好，谢谢。黄慧老师，刚才看到您跟这个戏迷一起的互动哈。对对对，看得我非常激动。我刚才跟志明在交流，我说特别特别的感动，因为这样的形式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。然后跟我一起同框的，又年纪轻的，又男生又这么多，我还是真的是放在一起还是第一次。哎，你看这么多的网友爱好者，有没有您觉得特别熟悉的或者印象很深的？有好几位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刚才同框的有几个雪蝉，还有张毅，还有曹杰，还有好几位朋友，我都有的知道他的网名。那他们的哪些特点让您记得特别深呢？我觉得他们唱陆派，爱陆派，爱黄慧还要。我们主持人说了，我喜欢陆派就是从秦探开始，是我爸爸引导我走进陆派之门的。我爸爸跟我说有一个电影《秦探》，这个小生唱的特别特别好听。那我一听真的是迷上了，再也没有放下过，我就坚持到现在。说到《秦探》这出戏，我记得当年看过一个记载，说田汉先生当时看了陆锦花老师扮演的这个王奎，就特别的开心，你说这就是我笔下的王奎。确实，所以说我在演那个《秦探》的时候，我跟老师就是因为老师在美国嘛，他不大会回来，然后我就电话里面跟老师沟通，然后老师电话里面跟我说戏。我有的时候就是，哎呀，我挺羡慕志平他们的，就可以和老师经常在一起哈。就是塑造角色，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疑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特别特别希望老师能在我身边多好。黄慧也经常跟我说起，她说：“志平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啊，有老师在身边，时常可以去看他，可以嘘寒问暖。而我呢，老师又在这么远，因为骆老师的身体本身也不是很好，再说年纪大了，他想回来一次也是非常不容易。老师今年已经92岁了。”前几天我正好跟老师通过电话，那么我就跟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这次要到北京去参加央视的《魅力1+1》，还有我要告诉你，我说很多观众就特别特别支持陆派，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没有大家的支持，就没有我们的坚持。”接下来进入合唱环节。黄叔。王兄啊，
一世神的梦深藏，难诉难舍三生痛，只为求金翁府王心心边更出走，煞非是皇上将他关出宫，此梦早已付东风。煞非是他手去领平江事，亲为谁的在相逢？我一人凌云风上可去看，真乃是三更应深水路不通，我一人几缕天为诉心中，天是浪推甩意，我爱不懂。其他为公心一事，愿他永在天子不语中。皇兄啊，世上最才梦王松，最花松的一场空。起初万出神的书，但是多年很苦穷，此之非已难操事。世上事过，事情事本深冤枉兄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越剧团的王派花旦王志平。今天呢，我在这里与你互动，通过网络平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州的周奕旭，我是陆毅，我是陈欣欣。王志平老师呢，我已经喜欢了34年，她是我的偶像女神。今天呢，我在这里与你互动，通过网络平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！准备好了。夫妻也随往前移，一路之上我等。好，下一句就等着你来完成。他的小巷路不顺，大郎快来快呀！迈步前门也乱碎。这么美妙的音乐，等着你一起来参与哦！快行动！随你们黑金花草，民国两推与我夫妻的。看你的啦！那相思，丝丝不就别的经。那相思。二龙戏子乱天心，
线来。家大里花子是北门，谁把你把是那王昭君？好不好听啊？和我一起把它完成。更有那新生衣裳，神仙花的是神仙小配，西红柿。考验你的声线了。我只要是为他做人，后来去母亲生。很发黑，偏向水中不行间，我常不起两离分。完美。同样啊，通过我们央视戏曲的微信公众号啊，有这么多的网友，这么多的戏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。黄慧老师，您看这喜欢王派的戏迷也不亚于陆派哈。绝对的，超高的，因为我也是王派迷。我王派比王志平唱的好，其实真的呀，都胆在现场能亮一句行吗？就是啊，唱一句啊，来，哇，给点掌声好不好？来。他自觉知之外，你在。哎，这是我唱的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的一句，好美啊！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当，宝女是终身相伴共欢笑。我把那心爱的东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是凭你挑，万怕那呀万佛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见见来。动作千万同上飞，像一幕书生的景东方。三次郎情情念念直到地中间的请你比甚好，谁知道妹妹你生大心也大，是今是你家长安静把我教，三朝四季不离不啊，是保佑身稳落魄。你当也是马也呀好，为什么月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酒你说也是生也好，为什么百姓都是你唱
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故去世的归文，愿难告。周小芬哈，我刚刚看你唱到最后的时候，越唱就是情绪越饱满，然后就很动情，眼泪都快出来了哈。 30年了，没上舞台，今天第一次。你看我们的大屏幕上出现这张照片，这是周老师吗？对，这是我在新疆和赵志刚一起，那个时候是86年，想现在多少年了？对，31年。你看好漂亮啊！小芬，我真的为你的那个今天能够这样子站在《魅力1+1》的舞台，首先为你喝彩，你有多大的勇气？30年没有登台了。 我想起我曾经，离开有8年没有登台那会儿，那时候我上台的感觉是，真的，地板都会这种抖的感觉。为了上这个《魅力1+1》，我天天在家练，然后我的先生也天天陪着我一起练，不容易。小芬哈，其实我在舞台上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那次在戏校，你是温州越剧团的时候到上海来演出。对。 就其实你只是一个里面一个小角色而已，就一个过场玩扇子玩得很好，然后唱几句曲牌，蛟龙扇，嗓子是水灵灵的、清脆脆的，是的，然后扮相特别特别美。那次演出完以后，我记得你是从此以后到徐老师家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才16岁。当初1986年我们参加那个江浙沪电视越剧大奖赛的时候，我跟小芬是搭档。 小芬之后就离开了越剧舞台，一去就是30年，所以今天感慨万千。30年未见。叮叮咚，是一刻沉香朦胧，朦胧沉香安静中。
生不老，百年余日是金线。